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嘉樂叔叔。你哋中意音樂嗎？我而家要介紹嘅聖人，佢最出名嘅地方就係除咗喺生命最後一刻，仲向全世界宣告三位一體嘅天主之外，佢仲係教會音樂嘅主保。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嘅故事啦。聖則濟利亞出生喺一個好富有嘅家庭，雖然佢喺異教統治下成長，但係自細就係基督徒。大個之後，佢同異教貴族威勒元訂婚。結婚嗰晚，世俗嘅音樂好嘈，周圍都係，但係則濟利亞冇埋怨，反而心入面默默唱：耶穌保護我。唔耐之後，則濟利亞主動同威勒元講，自己立咗童貞誓願，希望佢去見教宗烏爾班一世，學多啲關於耶穌嘅事。受洗之後，就可以見到一直守護佢童貞誓願嘅天使。威勒元信咗太太嘅話，照做晒佢要求嘅事，最後真係好似則濟利亞講咁，見到天使。唔耐之後，威勒元嘅兄弟都受洗。有一日，佢哋三個都俾政府捉咗。威勒元同佢兄弟寧死都唔背叛天主，最後為信仰殉道。則濟利亞被困喺蒸汽獄入面，但喺天主眷顧下，仲係安然無恙。士兵3次試斬首，但係則濟利亞條頸硬到好似鐵咁，斬唔斷。雖然斬唔斷，但係頸上面嘅傷口仲係存在。3日之後，則濟利亞喺獄中安息。離世嗰陣，佢雙手仲擺出天主三位一體嘅手勢。教宗柏斯卡一世喺則濟利亞嘅墓穴入面發現佢遺體完好，之後將佢安奉喺月台伯河嘅聖母大殿。到咗1599年，教宗克萊門8世委託史蒂法洛馬德洛製作咗一尊逼真雕像，描繪佢被發現時俯臥嘅姿態，端莊蒙面，頸有傷痕。聖則濟利亞係音樂嘅主保，因為佢喺婚禮上向天主唱歌。佢提醒我哋，無論咩環境，就算幾惡劣，我哋都可以隨時隨地讚美耶穌。等我哋向聖則濟利亞祈求佢嘅轉禱，好等我哋可以好似佢咁勇敢善良，用生命向天主歌唱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